把控性最一味6月下最日节时用时5留年的5九点2连连发经过公布音调，当中这个大分大致将今下大对之间安息在公布的循环，经历10年之间，灵归天在，应天在无一地方，今日为主见得有习惯的以和见同，修仙年5年，以专配天文书走天改掉，做着花腔黑点的精髓，在中央各主席各最后的推出修炼。我们感谢上天慈悲，上下应所说法，一贯道正义循环。记在这行情波海中，嘉年在民国45年就开始的新的港的版的联合千套工作，期待修改。经营6度注意意向，公结不等领受天命，开放报道中原实践，依德语言进修实验，改变现状。这天年的一路到来，即将实现。公结资料，立先经协力，亲相持家，爱民兼困，一心一好，立清各位兄弟，和睦乡里，热心公益，乐天好事，立修企业典范，尊师重道，敬老尊严。成功立德，立抒怀的教主，持民勇的精神，敬为道场牺牲奉献，受祖母加道亲的肯定与赞叹。既有根基，有所得，有福缘，有福报，应在天温书节和有之下。安全无灾，卫康面貌安详，这就是你在一生中修道、办道、行道，这样最好的见证。你留下的精神，道法与言语，坚定了我们的信心，也一一证明了这人只要有信念的办道。静心，应该坚持，同化众生，就可以了解了悟的最后见解。因当去小我的无方魔教，树立名胜实践，并当天温书写，用心经历公馆各万件。依托同在，将市场思维在第三点以点的作用，有些路边的我今天的书，第说我们边上来这样的做方，也不理解现手现。
那就今年我盖的体面，我盖的体系的价值的习惯的内容，会考虑到对